如果茶盘必须雕点什么东西的话，大家觉得雕什么好？有些人喜欢雕自己的生肖，也有些人喜欢雕山水或者花草，还有一些人喜欢雕瑞兽。前段时间有位粉丝说，他很喜欢麒麟，但麒麟的面相比较凶，能不能把麒麟雕可爱一点？这刚好给了我灵感。如果把麒麟仔雕成趴着的，而且脸部的蒙太雕出来，那岂不是不会凶神恶煞？今天用这一块红木当中的大格紫檀来雕刻一个麒麟仔戏元宝，看一下做出来成品效果，大家喜不喜欢？